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是这个经济部长郭志辉引发着劳工的怒火。昨5一劳动节，台电有100通的员工到经济部陈情抗议，讲这个错误的能源政策造成台电大亏损。同这个时间，立法院备询的经济部长郭志辉，访问到这个代志，伊是来回呛讲，看袂落去会当离开，引发着外界的批评。在野党炮轰讲无责任应该落台，若行政院长窦英台讲，伊会找郭志辉瞧一下。是又失言了呢？部长可以跟我回应一下吗？听到敏感的问题，经济部长郭志辉是话头，手镜头啊，佮指向镜头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毕竟前一天，伊佮查出着事件的证据。他看不下去，他民事专家吗？台电的员工伫5一劳动节期间，包围经济部抗议，和郭志辉正掠讲。严过呛的这句话，也引发着劳工的怒火。经济部虽发出着声明，强调尊重各界对能源政策的意见。严过员工若是有意见的表达，唔通用不实的讲法和大众误会。我们工会是觉得这样的发言是不妥，不过我们工会还有一些员工也认为说，这几年经济部对于台电同仁的辛劳。都有给予实质的一个肯定。惯老板、大老板的一个习惯他等于是展露无遗啊。这一句话，他应该要对台电的员工道歉，否则他应该要下台。国民党炮轰郭志辉，讲话拢无咧关后尾门，恐惊已经无责任，要向行政院长窦英台讨一个公法。我会找郭部长来谈一谈哈，我相信一定相当程度引起劳工朋友心理上面的不快。针对这一点，我认为站在政府一体的立场上面，我应该表达对劳工更多的关怀。我认为所有政务官的发言，当然都要严格的来避免一些情绪性的发言。连家己人拢无要甲收听，都惊事件的风波继续烧炭，颠倒变成失婚的危机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